呢位女同學從地球嘅另一面坐咗3日飛機加大巴，先嚟到廣州呢度讀大學。我係蘇里南嘅廣東人，我識講粵語，我會講國語，然後講客家話，我識講淮山話。I speak Netherlands. Yo hablo español. I speak English. Ni tak kisah nantong. 點解你識講咁多語言嘅？我哋喺蘇里南，我哋讀書就係讀荷蘭文。然後因為有好多華僑華人，所以我哋都有中文學校作為興趣班，所以就學到國語。咁香港人喺嗰度開有教會，想喺教會係講粵語。然後屋企人係台山人同埋客家人，所以我就講台山話、客家話。咁你當時點解要選擇嚟廣州呢度讀書呢？我自己本身都係屬於廣東人，所以我對廣東文化都好有興趣，同埋平時喺屋企嫲嫲都會做粵菜俾我食，所以我比較習慣即係廣東人嘅生活。喺蘇里南講粵語嘅人多唔多咧？都算多嘅，因為最早嗰代華裔都係嚟自廣東啦。咁佢哋有啲可能會同其他民族結婚。直到而家咧，你會可以睇到有啲黑人佢哋有一個中國嘅姓，譬如我哋蘇里南第2個總統陳亞先，係咁佢就直接攞佢上一輩嘅成個名嚟到做佢嘅姓。即係等於呢個總統嘅後代，佢哋就係譬如話 Michael Jordan 陳亞先。係。咁你哋而家仲有冇保留一啲中國人傳統嘅習俗呢？譬如中國春節啊，春節特別係春節，因為全世界好多國家佢哋都冇將中國嘅春節擺為法定嘅假期，但係蘇里南有。你係唐人係華人嘅話，你會唔會有自豪感嘅？梗係有啦，因為中國有5000年上下嘅歷史，解釋一句話個可能會用好短嘅詞啊，或者一啲詩詞去表達嗰個意思，但係你將佢用荷蘭文或者英文去解釋嘅話，就會變得好淺。溝通當中我就可以感覺到嗰種唔同。